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資訊365。最近網上流傳一段車 cam 片，引起唔少網民嘅關注。事發喺尋日嘅13號，大約晚上10點鐘，有一輛深灰色嘅私家車停泊喺路邊。片段顯示車內有一對情侶而因感情問題發生爭執，男方情緒激動，攬頭攬頸。有網民形容指片中嘅男子好狼胎，哇想掠咗人哋咁噃。我哋睇片。從影片可見一對男女起初喺車內有明顯嘅口角，動作急促，似乎互相推撞。但由於環境設備嘅問題，好難捉摸到究竟兩個人究竟搞乜嘢。但係都估到佢哋做乜嘢噶啦。可以見到雙方已經情緒失控啦。片段亦都顯示男方一度離開車廂，再翻到車旁邊，繼續有激烈嘅肢體動作。不斷用膝頭哥掂對方嘅額頭，當對方沙包一樣。期間女子曾伏低喺個車嘅座位位置，但冇咩反應。有可能已經瞓着咗啦。但片段又未見到有咩明顯受傷嘅畫面。片段最後cam 主都開走咗架車。咁有人質疑啦，cam 主你做咩走睇埋落去嘛，睇下要唔要幫手。對於事件警方表示，13號嘅晚上10點06分，接獲途人報案，指喺上水天平路見到一名男子喺一架灰色私家車入邊喐一名女子。警員到場之後發現一名73歲嘅男子姓李嘅，同埋一名41歲嘅女子姓朱，佢哋係情侶關係，據稱係因感情嘅問題而發生爭執。案件列作糾紛處理，暫無人被捕。警方亦都提醒市民，如果發現有人情緒激動，懷疑有人受傷嘅話，應該立即報警，由專業嘅人員介入，以免造成更大嘅誤會或者危險。同一時間社工都呼籲，面對感情矛盾雙方情緒容易升溫。如果察覺到對方嘅情緒有波動應該就盡快冷靜，必要時應該就要走一走先，避一避，甚至尋求輔導協助，避免爭執升級。唔知各位觀眾又點睇呢？歡迎留言、點讚、訂閱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！